今天的单词是通，它的核心含义是指，人体感官受刺激产生的那种难受的感觉。它可以用作形容詞，就指生理上的痛楚。哎呀，冇搞錯，咁大力啊！哎呀，好痛啊，好痛啊！點啊？唔好講嘢啦，有少少痛噶噃。係？咁你錫住下噃。梗係，嚟啦噃。也可以用作动詞，指突發的或者事件性的痛感，就是主體感受到的生理變化或者程度變化。就係因為條橫鴉腸突然間發炎一痛，個信念一鬆嘅時候咧，阿群就揦去把嘢入咗。我腳臂啊，就唔喐啦。也可以指疼愛、寵愛，就指長輩對晚輩或者親密關係之間。你話肯着咧，爸爸痛晒你，只有你話使幾多錢，俾幾多錢你使。還可以用作副詞，指程度非常深、徹底、深切。孫悟空，你當年罪惡滔天，希望你今生會大徹大悟，痛改前非。它可以用作話題概念，用於討論。嗱，通嚟講咧，根據俄國嘅戲劇理論大師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嘅講法咧，應該係由外到內，再到翻外嘅。